好，来乡亲继续要来看这个第10轮的疫苗早起10点开放注文，包括第2剂 AZ 甲高端，甲第1剂 BNT。注文的时间到明仔载下晡的4点为止，10月初6要开始来注。不过这个早起预约的时间一直到，不管是1922，也或是健保快易通的 App， 阁有卡顿的状况，指挥官陈时中讲会来检讨。为台湾客制化标签的 BNT 疫苗第3批20万剂，透早5点36分载到桃园机场了。加上前2届的54万剂甲67万剂，为台湾客制化标签的 BNT 疫苗已经有140万剂来到货。天要是麻无光，今仔日透早5点36分，华航 CL62班机载20多万客制化 BNT 疫苗到桃园机场。专业人员运到冷链存库系统，等检验了后，就会使开放予民众注射。客制化 BNT 疫苗有140万剂，分3批来台。9月30号54万剂，10月初1 67万剂，上尾啊20多万剂全部顺利到台湾。今仔日第10轮民众登记注文，开放64岁以上、18岁到63岁第9类的对象，阁有18岁到22岁。今仔日透早10点到明仔载下晡4点登记注头1剂 BNT。阁有7月22进前已经注第1剂 AZ 满10礼拜以上50到64岁民众，和9月初8进前注1剂高端满1个月以上的民众。那你是要早上？民众抢要注文10点才开放，9点半都有人排队，又叫我加开3条线提供现场登记。不过系统一开放阁卡卡，但是中透早伫立法院防质询嘛讲伊无清楚。有没有宕机？我现在确实不了解。台北开放注文或者是注射，就会传出注文系统卡卡以外，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当袂卡卡？全台湾的人民拢想要顺利注文注到疫苗。